嚟，我哋揾個唔會被打擾嘅角落坐低或者瞓低，合上眼做3個深長嘅深呼吸。吸氣，呼氣，放低個腦入面嘅嘈吵，再嚟。吸氣，呼氣，放低個心入面嗰嚿石頭。而家將注意力放喺心口嘅位置，你 feel 到有冇一種重重地壓住嘅感覺？感覺嗰度就係你嘅內在小孩匿埋嘅地方。佢可能好細個，3歲、5歲，或者仲係 BB。輕輕咁樣將個右手放喺個心口度，同佢講：我知道你好痛，對唔住啊，我而家先嚟搵你。喺你嘅內心想象有一道好重嘅鐵門，你慢慢推開佢，入面好黑，有少少塵同啲舊木頭嘅氣味。你聽到好微細嘅抽泣聲，或者一個細路女仔喺度忍唔住唔喊。你慢慢行入去，點起一支金色嘅光嘅蠟燭，光影照出一個瑟縮一角嘅身影，佢可能帶住傷痕、淤青或者空洞嘅眼神，佢就係你嘅內在小孩，一個冇人保護、冇人明白嘅自己。而家你唔使講任何嘢，你只需要坐喺佢身邊，同佢一齊呼吸。你 feel 到佢身體嘅震動，feel 到佢喉嚨裏面嗰句講唔出嘅
點解係我？同佢一齊望住蠟燭嘅光，同佢一齊喊。係啊，你可以喊出聲，或者喺心入邊流淚，讓所有嘅壓抑嘅委屈、憤怒、驚恐，隨住眼淚一滴一滴流走。而家將個雙手輕輕咁樣伸前，攬住呢個內在小孩，你 feel 到佢嘅體溫慢慢變暖，原本僵硬嘅身體開始軟化。你喺佢耳邊講一句：由今日開始，我會保護你，你唔使再一個人驚。望住佢塊面，佢嘅眼神開始有返光。佢細細聲同你講：多謝你嚟搵我啊！你帶住佢一齊行出呢道鐵門，外面係一片廣闊嘅草地，陽光好溫暖，你深深咁聞到青草嘅氣味。聽到雀仔叫，你 feel 到成個心口鬆開咗，好似放低咗一個孭咗幾十年嘅書包。慢慢眨下眼，帶住呢一份全新輕盈嘅你返嚟呢一個當下，你已經唔同咗啦。如果你鍾意呢一個冥想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分享畀你心裏面諗起嘅朋友，佢可能都需要同內在小孩和好。另外，我係海莉，如果你發現個傷口太深，自己一個搞唔掂，歡迎你 DM 我，講低靈氣創傷留言，靈氣創傷療癒。我會用靈氣幫你喺能量層面深層清理，遠距離或者見面都得。你值得被溫柔對待，而家就行動啦！